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喺重案解密嚟到第4集，劇情係改編自一單轟動全港嘅殺警奪槍案。警員馮偉濤喺接報調查一宗噪音案期間，突然俾人伏擊喪命。最令警隊上下震驚嘅係，佢身上支配槍同埋所有子彈竟然不翼而飛。Ben Sir 苗僑偉飾演，帶住重案3組封鎖現場。現場留低一個27碼半嘅鞋印同埋一個口罩。Ben Sir 睇見兇手奪槍嘅手法快準狠，而警隊手槍係有防搶裝置嘅，一般人唔容易搶到。佢即刻大膽斷言，呢個人好大機會係熟悉差人做嘢套路嘅自己人。死者馮偉濤嘅老婆有一日，佢喺日本餐廳門口見到一對27碼半嘅鞋，女人嘅直覺話佢知呢個人肯定有蠱惑。佢竟然膽大包天，偷偷地拎走一隻鞋，想拎去報警，結果俾兇手周有和發現咗，仲慘遭割頸滅口。好彩佢命不該絕，最後喺生死邊緣執翻條命。周有和因為爭落大耳窿一大筆錢，急住揾錢填數，決定搏一鋪去搶銀行。點知人算不如天算， Ben Sir 嗰陣竟然喺銀行搞緊櫃員卡。 Ben Sir 幾廿年查案經驗，一望個職員神色唔對路，就知有大鑊嘢發生。周有和挾持人質，同 Ben Sir 駁火，雙方喺條街度展開激烈槍戰。周有和雖然中槍，但係佢着咗避彈衣，所以冇受傷。最後一幕隧道對峙，周有和對自己兄弟開槍，最後周有和被當場擊斃，死喺 Ben Sir 槍下。而馮偉濤個老婆好返之後，仲決定投考警隊，承接亡夫嘅遺志。呢單咁殘酷嘅殺警奪槍案總算告一段落。